嗱，大家咧都知道我之前咧曾經係一個煙民嚟嘅，咁當時咧就覺得好酷，咁啊好有型。點知一日咧，我個女啊同我講：喂，老豆你好臭啊 ！Stay away from me。咁啊，由嗰日開始咧，我就真係開始的起心肝去戒煙啦。咁啊，終於最後就戒咗啦。咁所以我一路咧其實都好支持咧香港成為一個無煙城市。唔係話每一個人有冇自由嘅問題，而係其他周圍所有嘅人咧，佢避開我，覺得我好討厭，甚至乎有啲人咧，佢同我傾偈都會發覺一陣煙味，好難頂，又唔知點同我開口。咁啊，今日政府公布咗控煙嗰啲修訂嘅條例草案啦，當中嘅重點咧就係包括咧，明年4月30號開始咧，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呢個電子煙等另類嘅吸煙產品啊，即係管有即係你喺度即係食啦用啦咁。咁第二咧就禁止銷售呢個加味煙。咁啊首階段咧就先至禁非薄荷味嘅。對於呢兩點咧，我哋實政圓桌有啲嘢分享嘅，我亦都同政府開過會。咁啊另類吸煙產品咧。其實喺2022年咧，就已經係禁止進口、推廣啊、製造啊、售賣嘅啦嘛，即係所謂叫做禁賣啦嚇。咁但係就未有話禁食嘅。咁啊而家進一步係禁食，我係100%同意嘅。因為除咗電子煙同傳統煙一樣，噴出嘅二手煙咧，其實對其他人同樣會造成危害。咁啊，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咧，就因為新興嗰啲太空油毒品啊，外表睇落就好似普通電子煙咁，咁啊禁止呢個公開食呢樣嘢咧，係令到唔使執法部門啊，唔知點去執法，因為佢其實係分唔出嘅，即係呢啲咁嘅太空油同埋普通嗰啲電子煙，咁就變咗咧就冇法子去禁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如果你去到毒品嘅情況咧，我哋實政圓桌係責無旁貸，一定係禁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我哋係反對咧，就分階段咧就禁賣呢個非薄荷同埋呢個薄荷煙嘅。咁呢個就輪到加味煙啦，呢個就唔係禁食，係禁賣啫。咁我就覺得咧，兩者係需要一齊禁賣嘅，因為而家香港咧近40%嘅吸煙者咧都係食緊啲加味煙。尤其係年青人啊，同埋女性啊咁啊，呢啲加味傳統煙造成嘅二手煙，其實同傳統煙冇分別，即係話咧食個人就上口好多，就舒服好多，容易咧由一個非煙民變成一個煙民。對於二手煙吸入二手煙嗰啲人咧就冇分別，一樣係咁臭嘅。咁啊，只不過咧而家咧就食嘅咧呢個所謂加味煙咧，原來絕大部分咧都係食緊薄荷煙。今日奇啦，今日政府就想即係大幅去將香港帶去成為一個無煙城市啦。佢而家食煙吸煙率大約9%，都去唔到佢心目中2025年個7.8%，無煙城市就係5%。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咧，其實將來最有機會，我哋翻去10幾20%嘅吸煙率咧，就係呢啲所謂加味煙，因為好容易即係一啲年青人啊，係明明對食煙冇興趣咧，就開始上癮嘅。咁所以咧，一定就要喺呢度做功夫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好得意喎，政府第一階段咧，佢就禁非薄荷啲，但係非薄荷啲好少人食。大部分人食就薄荷咧，佢話要下一步先禁。咁大家諗下，咁啲人咪嗱聲，既然係咁，我咪繼續去買同埋食呢啲薄荷煙咯。好啦，等到幾年之後，去到10幾%嘅時候，佢再攞出嚟禁，咁喺度搞咩咧？就直情係覺得沒完沒了，唔知道成個政策個目的係乜嘢。咁我問政府啦，你到底係咪想邁向一個無煙城市？邁向無煙城市，你就要打擊任何煙商諗起嘅新嘅方法，令到唔食煙嘅人去食煙。
包括呢次係加味煙，下次唔準炆。咁你而家咧就話少人食嗰啲，你就話禁；多人食嗰啲，你就等下。咁其實即係咩啊？即係為做而做，做個樣，係嘛？咁我哋就非常之反對嘅。咁所以佢嚟法案委員會啊，第日去修例啊、立法嗰啲咧，我哋一定會反對到底嘅。就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啫。